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继续发布马瓦风台海上风台警报，暴风圈已经进入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台东人士嘛宣布下晡停班停课。两岸病毒疫情的炭烧，目前全台湾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是去年同期的25倍，提醒家长爱特别注意。高雄中山大海团队伫澳洲跟菲律宾的海里发现一款无目睭新的鱼仔的品种，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先来看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发布马瓦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目前风台的中心位置是伫鹅銮鼻东南东风的海面上，因为风台往北西滑落，暴风圈嘛已经进入巴士海峡甲台湾的东南部海面上。气象局嘛继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提醒民众今仔明仔载2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东部的雨会较大。台东的男士嘛宣布讲，下晡1点开始停班停课。另外，前2日伫宜兰海边失踪的查某学生早起找到了，也毋过已经不幸过往。透早探到风景较南旁，消防局继续派员到南方学情景观，协寻跋落水的查某学生早起8点半执行空翕的无人机，侦测到人形物体随着海影浮浮沉沉，随后和海影杀到岸边，加速指认都是失踪的查某学生。我们寻获到失联的民众。那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那后续我们将交由警方办理相应的事宜。随着风台外围环流挖紧，东海岸灯影密集，大11.56公里的落基，民众通报落基有漏水的状况。相关单位初步勘查落基漏水部分伫道路外范围，可能是因为大型继续侵袭落基所造成的，已经先维持警戒范围。那伫国港口那边也开始进行风台准备。外口风影较多嘛，无再有做起来嘛。返乡到礼拜5嘛。到礼拜5。对啊。哦。那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整补嘛。海巡单位也伫滨海区域尤其封锁线，抗离看影的民众。气象局继续针对马瓦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提醒东南部海峡、巴士海峡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那风台中心虽然被定入台湾，但过30后半天起。东半部会有较密集的阵雨，大台北地区也会有时好天，有时落雨，天气不稳定，各地也要注意强阵风。风力今天是逐渐在增强的过程，从原本的桃竹苗一直会向南延伸到台南这些地方，澎湖它的风力也逐渐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另外，金门也还是要注意到强风。马瓦风台行的速度真慢，目前以每点钟7公里的速度向北行，预计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2天以上。气象局提醒东半部地区要注意低延时强降雨，西半部是高温湿度的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伫昨暗公告讲，伫海上风台警报期间台东县的山区甲海边禁止进入。也毋过，即届只有伫重点的海岸风景区有封锁线，所以海边嘛是有民众去看海影。海巡队表示讲，因为考虑到封锁线无人会顾，惊讲民众会跋倒着伤，所以会加强巡逻来劝导民众离开，来取代封锁线。马瓦风台的外围环流，伫东海岸已经引起6至8公尺的大影。台东市海边不三时有民众来看影，也有民众落去海捕，海影已经升到海边，也搁咧翕相。这个很危险的。只是说有时候游客他们都不会看浪，他们都天气现在这么好，都会跑下去沙滩。这是台东市滨海公园，明明已经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民众要是唔惊危险，挖近海边。较早风台期间，海巡队会伫海边有封锁线，唔互民众挖近。不过过去捌发生过民众去封锁线加倒去受伤，即马改做伫个游客较接触入的所在有封锁线，并且派人来看守，其他的海岸就用巡逻来驱离。入夜之后，因为天色比较昏暗。
那如果民众骑乘机车或是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没有看到封锁线而产生一些勾到或拉到的危险。你天亮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把封锁线给拉设起来，并且搭配线上的巡逻组，在这个重点区域实施观让劝离。不二个有民众认为讲，就是因为无封锁线，才有人才好胆入去海沙埔。不过海巡队表示讲，无管是毋是有封锁线，官府已经是透过各种管道，照灾害防救法公告，台东县山区海域是禁止入去的所在，硬闯入去的民众会当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马湾风台扫过关岛，关岛机场关起来，有115个台湾的旅客调伫关岛1礼拜。新国航空昨下晡派飞轮机甲旅客接转来，有旅客是讲7天因拢无水嘛无电，生活是真艰苦，即马总算平安转来台湾咯。调伫关岛7天100多位台湾的旅客总算转来桃园机场。新国航空2到早起派一台空机去关岛载旅客。下昼5点多自关岛起飞，暗时7点多平安登来到桃园机场。这几天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水深火热。怎么说？就是你可以看，不是水深火热，根本没有水。我们从5月3号要回来到今天，所以今天是5月29号，所以我们应该是度过了6天晚上，所以应该是整整延迟了7天。廖小姐带3位是大人出去耍，即马平安顺利登到台湾，伊讲会当登到厝的正好。因为马华风台侵袭关岛，关岛的机场封起来，一直到当地时间2到下昼3点才恢复起港。迄当阵无水无电，建筑物内面还阁漏水淹水，旅行团爱家己找食的较大的所在。饭店我们要自己去寻找，而且饭店很多都是淹水嘛。对啊，他是这样说可以保留那个收据。我们一天光是我们的吃穿用度，我们可能一个人可能也要花掉了几百块到1000块这样子。调伫关岛7天，总共有109位旅客登到台湾，另外有6位旅客伫咧关岛继续续落来行程。因为马华风台对关岛造成正大的灾损，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派工作人员协助处理。包括空军运输机载人员甲物资，还有2台海华巡逻队的快艇，拢已经到位。记者综合报道。当下北岛疫情的炭烧，台中有一个9个月大的查甫阿婴仔，1个月初一直困，佮会抽筋，有当时也目睭灵，佮会掉掉。医师诊断是当下北岛并发脑炎，带伊治疗了，已经较好了。医师嘛表示讲，4月到9月是当下北岛的高峰期。目前全台湾确诊的人数嘛已经超过1万人，是去年同期的25倍哦。所以提醒家长就要特别注意。王小弟才拄满9个月，看起来活泼阁高水。不过爸爸妈妈伫这个月初发现王小弟出现发烧，然后才有目睭掉掉，甚至短暂丧失意识，还阁有身体会抽的状况。今日只有伊才发现感染到肠仔病毒。特别是手脚的抽搐，那抽1-2次不以为意，但是后来越抽越频繁，所以觉得不太对劲。医师诊断发现，王小弟已经进展到病程当中的第2期，显示病毒已经影响到神经系统，而且已经有脑炎的并发症。今日带伊以免疫球蛋白来治疗，避免病况继续恶化。医师表示，顶礼拜全台湾肠仔病毒的确诊案例。已经有12000多件，甲去年同期疫情发生的同时471件相比，加增到25倍。而2个月到6岁这个年龄层是高危险族群。就是看他们有没有这些重症的前兆，所谓的肌抽药啊、持续呕吐、持续昏睡，或是心跳快的状况。观察到这些状况，其实也不用想说我是否应该要再多观察一下子。医师表示，今年疫情解封之下，防疫措施相对有较松，嘛有肠仔病毒伫5月就进到高峰期。虽然大部分拢属于轻症，不过参就是70以上的重症患者，致死率可能高达2成。提醒家长除了接种疫苗，若是有重症的征兆，必须要紧日来送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将对南亚指控伊甲诈骗集团 IN.B 有特殊的关系，佮要替嫌犯全国委超警戒的人士。郑文灿今仔是对国民党7个人提出告诉，嘛强调讲伊绝对会当接受检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最近加入 IN.B 风波，防指控假诈骗集团交情真深。
毋若捌去主席全国委的公司啉春酒，还佫互拿赢邀义讲是捌替全国委来超警戒的人士。郑文灿31天临时取消出席公开活动，并且伫面册铺文表示，已经有请律师来提告包含国民党林涛、林嘉欣、林国春、林金杰等7个人，家己是绝对会堪伫检验。我们支持正副院长提出这一个法律的这个行动来遏制抹黑并且呢来维护他自己的清白。行政院长陈建仁支持提告，郑文灿办公室嘛发声明驳回讲，毋捌全国委更加无来接受警戒人士的请托。对这件代志，国民党议员林涛嘛召开记者会，强调讲伊毋惊被告，会刷咧来提出邀议，正式甲郑文灿宣战。当你郑文灿告一次，我就再讲一次，而且我越讲越多，越讲越细。林涛真调伫郑文灿伫个桃园市长任内，甲诈骗集团涉入8亿差地的备案。邀伊讲是互前桃园市副市长李宪明担任打诈办公室主任，这是毋是有适合？虽然郑文灿伫个去年已经提告林涛造谣抹黑，不过国民党真调这件代志刷咧互炭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今仔赢成红，包括民进党总统陈水扁、赖清德、民众党的郭文德、还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拢有去参加。这嘛是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提名失败，头一届甲郭文德公开讲台。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因为今仔有行程哦，连江会得找时间去金门。甲成红爷献礼参拜，祈求国泰民安。金门的年度盛事赢成红，31天盛大来登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受到邀请参加，真热烈来欢迎。因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赖清德嘛到场甲成红爷参拜，两个人还佫做伙讲台致辞，伫个两岸和平议题顶悬交锋。和平跟战争不是到菜市场、到餐厅用点的就可以得到。我们如果要追求和平，就一定要追求真和平。都要阻碍不稳想读我的那篇宣言。今天我不谈判，我如果不沟通，我不能保台，金门当作是一个和平的桥梁。民众党总统候选人、党主席郭文德嘛受到邀请，伊先到民众党金门党部的地会，刷落去来迎接成红。外界好言讲，伊甲郭台铭共场来出席赢成红的活动，是毋是有要刮过配嘞？这个行程是1个多月前就排的，当然今天有那个目标。我们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是这样而已。金门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两岸的和平相关的议题上，金门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无到金门赢成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30时出席龙尊赛的祭公典礼，伊强调讲，金门真重要，对两岸和平顶悬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未来伫两岸和平稳定了后，期待会当金门更加来欢迎，嘛会当搁找时间去金门甲乡亲来交流伴暖。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科院开发超过240套的模拟系统哦，突破当地限制，提供训练。外界嘛真好奇讲，刚有开发国造畅水蓝的训练模拟器，中科院是强调讲，在技术上绝对是无问题。最近的分北驾车的模拟器，刚所设甲真个同款，透过设定训练的场景，模拟形势各种的地形，一个炮台设计模拟器。互官兵伫咧实弹射击进前，先了解武器的操作。中科院投入模拟器研发，已经开发出陆海空三军、后备军机等超过240套的模拟系统，减少油弹的消耗、装备的耗损、降低危险的风险，也突破场地限制。中科院伫咧30宣布，今年按算要完成核心化战场导弹系统加建设建商模拟系统。我们希望能够从现在提供的战技战斗训练，向上提升到战术层级的训练。那目标包括整合了异地异质的模拟系统，透过联网的整合，建构一个虚拟战场，提供多兵科的协同训练。中科院讲，
永经高教机的模拟系统，这么6日飞行员维修人员的训练，是现阶段上完整的模拟系统。国家也关心兼顾各组是不是来建立模拟器。经我们评估，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未来我们会结合军种实际上的运用需求，完成建案程序后，本院非常乐意承担这个任务。针对汉光演习兵推结束，国防部证实，美国方面有编组派人全程观摩，对国军的计划决策、指挥管制，拢互咱分析加建议。台美共同观察之后，也都认为在防卫军在联战任务行动要项，还有年度的一个训练目标，在这一次演训之中，我们都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任务。另外，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这礼拜伫新加坡开始进行。中国拒绝美国方面所提出的中美国防部长会晤，但国防部回应，透过对话临时威胁来解决问题是民主国家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国际电脑展伫南港展览馆举行，今年有20来国家上千间厂商参加。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峰表示讲 ，AI 人工智慧的相关应用会是咱台湾的黄金机会，望讲买当来带动咱台湾相关产业的发展。こんにちは。何か食べたいですか？美味しいものをおすすめ。直接对着机器讲你的需求，无论是讲中文、英文、日文，也是韩文、法文，拢会通。看准伫疫情了，餐饮加旅游业复苏，有业者就建造全台湾唯一的 AI 多个语音辨识智慧点餐机。民众只要知影安怎操作，伫1分钟内就当轻轻松松完成点餐付款，也当解决业界所遇到的欠工的问题。透过 OpenAI 做整合，外国人他透过这个语音，他可以直接跟他对话询问，然后就自动跑出这些点餐页，破除了所谓语言的隔阂。也有业者想遵照智慧化的脚步，发展出上新的数位化健康智慧教室。除了用互动触控显示器来协助师生使用，也简化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师生国家即时的互动学习。现在流行的所谓的班班有平板，他可以借由这样的平板写他的答案，或者是类似像共创的方式，跟老师去做，甚至跟同学去做一个互动。台北国际电脑展伫疫情了第一遍全面实体回归，去26个国家上千间的厂商来参加。一早起就真侪民众等咧要入场。无协的董事长黄志峰讲，今年的重点是伫咧高效运算、智慧应用、次世代通信、力量永续等6大主题。AI 新趋势更加是台湾的黄金机会。人工智慧时代，我们不能只依靠这些 open source 的平台，公司每一个机构，都会希望说有他自己的 AI 运算平台。Computex 过去40多年来，一直在凸显台湾在资通讯产业这方面的强项，所以人工智慧时代呢，对台湾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黄志峰强调，伫咧过去1年多以来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全面爆发 ，AI 正用各种方式伫咧大幅度而且快速地改变咱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高阶晶片、资通讯基础设施，拢是台湾的强项，有机会让带产业界继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早起宜兰的地方法院发现，讲有一个56岁生出来的查甫人，伊要入去法院经过 X 光扫描机的安全检查的时候，发现伊的鼻仔内底有一粒青紫。法院就随报案，这个查甫人是表示讲，这是伊进前捡到的，一直放伫鼻仔内面，伊家己嘛袂记记录。警方是表示讲，会先来送验，看这粒青紫敢有危险。民众只要进入法院，拢需要经过电工扫描机安检，确认鼻仔内底敢是有杂违禁物品。验过30早起，一名查甫人到宜兰地方法院要进行进一步协商，结果鼻仔经过电工机，互法警发现内底有一粒青紫。刚才进来，我问他有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然后我就过 X 光检查，然后看到1颗子弹。几点？
民众歹仔经过电工机，内容物看甲清清楚楚，只要呈现颜色，都是金属制品。宜兰电影发现讲，过去查验歹仔发现到的违禁物品，多数是凹刀啊、米缸刀、夹刀，还是棍仔顶，要过查到枪支也是头一摆。细线查某人讲，是伫工作的时阵发现枪支，因为好耍就放伫歹仔内底，早都袂记哩啊。警方协报了后，随将细线的查某人带回调查。哦，迄样真就是我做工袂拢有夹刀后尾啊。警方依法带回蔡南侦办，子弹将交由鉴识人员对该子弹进行鉴定。后续警方也将调阅监视器影像追查该子弹来源。宜兰电影表示，凶器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拢袂当早就用来。细查查甫人行为恐惊违反枪炮大小刀械管制条例，相当会当处5年的徒刑。警方初步调查，细查查甫人是伫今年5月，伫梅花湖捡到枪支，专案会先将枪支送检，确定敢是有杀伤力，才决定侦办方向，佮积极追查枪支来源。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又搁发生枪案，今仔透早4点外，伫3点埔有一台车轰开10外枪，嫌犯就逃走。3点钟后，其中有一个嫌犯去警察局自首，表示讲是因为因有债务的纠纷。这个事件是无人着伤，也毋过搁有另外2个嫌犯，警方搁会抓人。白色车临时插伫路边，后座有人举枪上枪支，对向来几台黑色的车，伫个车经过的时阵，小连续开10外枪。他昨天是在车道值班，他是跟我说对面栋的隔壁栋的马路呢。员警接到报案出动，伫个现场捡到13粒枪支壳，就算讲人拢已经四散去啊。不过案发无到3小时，枪手就主动来投案。为什么都要把枪推那个死掉老大？这个姓詹的枪手，伊23岁，有毒品诈欺前科。警方调查讲，伊无帮派背景，伊讲伊伫个网络跋筊欠400万的债务。小刷已经含360万，伊气讲一直互催债，佮伫个网络顶悬呛声，相约要来谈判，对方来4、5台车，伊就随开枪来示威，加在无人受伤。改造枪支的部分他是说他的这个朋友啊来给他的，在向上溯源那会追查到底他的枪支来源。开枪案件发生伫个新北市山林埔定位区的街头，31天透早4点外，主嫌开枪了后，一台车3个人走到新庄了后，把车挡掉。除了讲枪手投案以外，其他做伙2个人还搁咧走。警方小刷来追捕以外，主嫌对枪支的交代无清楚。警方会挽过树林，刷咧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23日个要放任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社福机构的外籍移工的名额，会增加28000个移工哦。也毋过劳工团体是认为讲，劳动部想要增加移工来解决咱国内欠工的问题，这实在是莫名其妙。劳动条件不改善，松绑配合鬼要单，松绑配合鬼要单。伫药单的手办搭上鬼，考试劳动部放任外籍移工配额的政策是请鬼拆药单。劳动部23日告，为了改善欠工的问题，要提悬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甲社福移工的配额。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外批评政府化欠工，所以要引进较侪移工，但是同时间国内所有侪移工失业。一个是景气的问题，因为的确现在的制造业大部分的行业，它有关厂或是它有无薪假的问题，所以很多工人他可能进来3个月，他的中介费还没还完，他就被资遣。所以他一方面他没有处理制造业有大量的失业的外籍移工的问题，他还开放配额，他就会造成一个有更多的移工会找不到工作。体外表示，增加外籍移工无法度解决欠工的问题，政府爱做的是提悬外籍移工的劳动条件保障，甲基本工资这寡权利。若无这寡移工未稳定点伫咧台湾，体外嘛认为引进移工的中人制度内底就有费用超收这寡问题。那我们的话也会主动去找出这个高危险因子的一些雇主，去做主动的一个专案访查。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有一个买工费的处理。那我们现在的话，如果依据统计的部分的话，大概有十几件的一个案件，所以这整个现在70万，就是你们只出了10几件哈。劳动部表示，政府有针对中人是不是偏见，也会针对接互人申诉的中人业者做专案的检查。但是劳工团体是积极检查的成效无较足，因若增加移工配额的法规，劳动部预告期限到5月30。劳动部表示，接下来会针对各界意见进行讨论，估计6月中公布施行。
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国内诈骗真长手，今仔有产业界甲民间团体做伙举办反诈骗的宣导活动。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强调讲，政府已经甲民策Google等网络平台建立沟通的管道，买来设打击诈骗的办公室来防止诈骗。携手合集，极力反金流。化口号被阻止诈骗，产业办自律反诈骗宣导活动。业界代表讲，诈骗集团常常利用产业服务冒用有名人的名义、民众的消费习惯来进行诈骗。产业虽然提升治安，譬如讲，旅客一笔超过3000块用简讯提钱，抑个电商平台伫咧杀生命验证。虽然安尼是作业流程会较复杂，会流失一寡人客，不过也是有责任共同防止诈骗。进一步甚至推出超商序号延迟入点，大家看不到的是产业可能因不便而导致民众不消费的营收损失。民间团体是讲，最近这几年青少年犯罪样态，诈骗已经强被立到毒品等不法的行为，主要就是因为诈骗集团看准青少年相关知识不够，容易因为淡薄诱因就互人骗去。是他们主要招揽的工作人员哈，主要他们招揽的员工哈，既有忠诚度啊，又便宜啊，又廉价，而且他们的动员力很强啊。江万凯讲，网络时代更加注意利用少年的思维教育，防止诈骗集团有机会让骗囡仔。参加活动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打击诈骗需要公司部门责任合作，中央跟地方政府也要合作，才能强化阻止诈骗。我们已经跟 Meta 建立了绿色通道，下架这个涉诈的广告，也跟 Google 建立了这个打诈联系的管道哈。陈建仁重申打击诈骗的4大方向：了解诈骗、防治诈骗、阻止诈骗，也有惩罚诈骗。希望民众也要强化辨识诈骗的能力。行政院除了继续跟业界合作，30日也会成立打击诈骗专责办公室，强化政府打击诈骗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健康署统计，民众新发生癌症的人数是12万1000多人，平均4分钟19秒就有一人得到癌症。为着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卫生福利部对6月7日这礼拜4开始，针对于大肠癌、喙腔癌、子宫头癌、黏癌、甲气癌这5种癌症的体检，若是无正常，就会主动来转诊甲追踪。3、2、1，计划正式启动。卫福部国健署甲健保署合作，自6月7日开始，共同伫咧杀全民健保癌症治疗改善计划。因为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09年新发生癌症的人数是12万1000多人，平均每4分钟19秒就有一个人得到癌症。不过因为癌症的初期状况无明显，真容易互人无去注意到。而且，就算是癌症的体检阳性，也就啊民众无进一步去就医确诊，失去治疗的黄金时机。以大肠癌为例的话，如果就是做了筛检，好像觉得筛检完就没事了，那不进一步去做一个所谓的诊断跟治疗的话，它的这个死亡风险会增加64%。国健署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会当提高存活率，就亲像105年到109年。5项癌症的体检存活率来看，大肠癌、女性癌症、子宫头癌抑个肺癌，第0期甲第1期的5年存活率拢超过9成，喙癌是有7成到8成。所以今年健保总额特别编5亿元，和样对率会当提升到9成。原来的羊追率8成提高到9成，那我们就可以救很多的。这个癌症的病人，然后也可以节省相当多的健保资源。施水员强调，民众5项癌症的体检结果若是阳性，将会由基层的诊所或者是病院主动向民众进行卫教，也个说明速落来检查爱注意的事项，也当协助民众挂号转诊，进一步就医看病。安尼是毋但是当降低癌症所带来健康威胁，也减少对个人甲家庭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伫澳洲甲菲律宾的海里发现一款新的鱼仔物种哦。因为这款鱼仔长期拢生活伫无光线的石头棚内底，目睭的功能就退化，甚至有一寡鱼仔目睭是完全消失。这发现嘛刊伫国际期刊《Science》顶头。
鱼头找无目睭龟尾加味色，高雄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3月公布新发现的鱼种倒眼奇尾鲀，因方发现伫澳洲圣诞岛甲菲律宾邦罗岛海下水蚀坑内底，体长上大大约40公分，目睭真细，是第一种已经知影晓伫海下水蚀坑的鲀科鱼类。为什么我们叫它是斗眼奇尾鲀？主要就是因为它眼睛很小的关系。那另外我们也有发现2个个体，它的左眼是像这个地方一样是整个眼睛完全退化，被它自己的皮肤所包覆，它眼睛是消失的。伫地下河洞迄个淡水暂时限制，真无简单掠到的9尾斗眼奇尾鲀，其中2尾倒类的目睭已经完全消失，暗示可能当伫个适应无光环境的演化过程当中。研究发布了登上国际期刊，嘛互英国媒体报道，导读者来交流，认为是假生糖造成斗眼奇尾鲀目睭退化。手上的标本通通都变成是模式标本了。那模式标本在分类学上面来说，它其实是它的地位是不能够随便你去对它做任何的解剖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去确认说它的那个眼睛完全消失是不是受到寄生虫的影响。团队指出，这类的鲈鱼通常晓伫深海还是淡水水域，伫近海水域较罕见。罗香鲀大部分方认为是海洋的鱼类，但有真少数生活伫淡水还是汽水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斗眼奇尾鲀是晓伫纯淡水，还是受鱼吸引对海水游来淡水。研究团队会继续调查研究相关洞穴的生态。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去农场体验饲动物捡鸡卵这款生态的体验有可能会违法。桃园道农场向检举讲违反动物登演法，上济是罚款25万。也毋过有农民是话冤枉，因为法规的规范确实无够清楚。鸡咧捕卵，也佫有鸡母带鸡仔，青龙张志忠伫桃园龙潭区经营农场，除了饲两鸡卖鸡卵，推出出租鸡仔甲捕卵体验，推广生命教育，也佫有看鸡、捡鸡卵等生态体验。最近互人检举违反动物登演法，农民讲这互伊毋知要安怎做，认为不合理。做体验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在做的，那他们没有被检举，他们可能不晓得有这样的法规。那如果说他真的触法，他可能就会直接被开罚。动保人员到场勘察了后，认为出租鸡仔属于商品买卖，是市场自由，并无违法。不过农场有收门票，导来游客看鸡、捡鸡卵都被盈利，会当罚5至25万。不过会先看到，若无改善才会罚。有许多业者反映这个门槛太过于高哈，那这个部分是否已经有放宽相关的一个规定哈？只要你有营业登记或者是税籍的一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提出申请。动保处表示，动物登演管理办法伫108年9月修正过了后，业者需要有观光旅游业、休闲农场，也是教育机构资格才会当提出申请。目前市府已经放宽规定，会继续协助小规模农场出示动物登演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国家科索沃发生警民冲突，有塞尔维亚的民众不满阿尔巴尼亚的当选首长，所以上街头抗议。双方发生冲突，嘛造成25个维和部队的成员受伤。抗议民众喊口号，甲武装部队屠杀对峙，尾就传出爆炸的声音，现场警方开始实施控制。示威民众向北约维和部队攻击，但物件也有人摕茶果乱讲。科索沃北部的自卫前地，有一名塞尔维亚的民众负责一个市政大楼头前，想要走入去。因为今年4月的地方选举，塞尔维亚的负责参加，和阿尔巴尼亚的候选人，伫个4月以塞尔维亚的人口为主的自治市镇当选首长。其中被米特罗维查镇，迄当阵投票率只敢若3.5%，不过离到夜只敢若这个所在无发生抗议冲突。Het facto dat je een organisatie hebt, profundimi os dito, não profundimi que achei que ele cantou como meio torto deste na que. To request directly to remove those special units who create instead of municipality building they create some military base, and the second thing, do not allow those fake mayors to enter in here because they won 50 votes. Even Albanians were not voting for it.
北约驻科索沃部队派兵组做人墙，挡伫咧地方警察加示威的民众之间。这场冲突造成差不多25位的北约维护部队的成员受伤，包括骨头断去加烧烫伤，其中有几多个人伤势正严重。北约发声明谴责暴力攻击行为，让人无法度接受。科索沃自从2008年宣布对塞尔维亚独立以后，得到欧美等国家的承认。严讲塞尔维亚拒绝承认北部以塞赫为主的地区，也不承认独立宣言。塞尔维亚伫进前就已经派部队伫科索沃边境集结施加压力，并且讲将战备提悬到上悬的顶级。Pozivam Srbe na Kosovu i Metohiji, znam kako se osjećaju i koliko im je teško, da ne ulaze u sukob sa NATO-om, ne zato što sam ja uplašen ili zato što je bilo ko od nas uplašen, nemamo niko od nas ništa lično da izgubi, već zato što je to ono što Kurti najviše želi. 塞国的总统讲，暴力冲突造成52位塞尔维亚的民众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较严重。欧盟甲美国拢批评科索沃当局破坏北部的稳定局势，并且警告唔通采取任何可能会激化当地种族紧张关系行动。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联合国主办的第2届政府防治塑胶污染谈判委员会，昨开始伫法国巴黎召开，有17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哦。希望讲会当伫1档内底讨论出受到法律约束的联合国条约，来减少全球的塑胶污染。自1950年工业革命了后，塑胶开始大量生产，属耐用、便利性悬。家庭用品、生活用品、饮食用品，也是工业用品，四季拢是塑胶制品。那过去20年之间，全球塑胶年生产量已经翻1倍，来到4亿6千万吨。估计未来40年也会增加2倍。这么大的产出量，其中有2分之2的制品，方用过1摆也是2摆都单掉，当作废弃物。超过5分之1的塑胶，方随意倒掉，也是非法用烧的。土线回收的也无到10%。We gathered here in Paris because the linear plastic economy is gushing pollution galore, choking our ecosystems, warming the climate, damaging our health. And as ever with the triple planetary crisis, that crisis of climate change, the crisis of nature and biodiversity loss, and yes, the crisis of pollution and waste, people in the poorest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hey suffer the most. 20去105天，伫法国首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举行的第2届政府之间的防治塑胶污染谈判委员会。5万5回175个代表会当有共识，伫1年的时间内推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条约，终结全球的塑胶污染。根据联合国环境署 UNEP 较早公布的蓝图，计划透过个利用、回收、加重新定向，参另类材料3个方向，伫2040年前减少塑料污染80%。UNEP 执行长安德森指出，按照目前所达成的约束，到2024年，只会当减少8%的塑胶污染。We have to really cap virgin plastic production upstream. So for us, the plastic life cycle already starts with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for the feedstock for plastic production. 不过，检讨这个大议题，唔但非政府组织甲产业代表之间意见真无同，国甲国之间也分做2大阵营，一个是由卢安达、挪威、欧盟、加拿大、智利甲日本等50国所成立的所谓向心者联盟，希望会当达成一套由点名到下面的全球规范。另外一个是消极派，主张由各国应用地方特性提出解决方案，坚持回收甲土线的废弃物管理，而唔是减速。像中国、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就由输出国家组织欧派克成员国。伫这个同时，绿色和平根据真侪项科学研究所做的报告指出，塑胶回收的过程也会将真侪像苯这款的有毒物质释放到环境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偏远的山区哦，常常拢有人黑白变粪扫哦。环保局拍算要来针对列管业者的车辆，要求爱装 GPS 卫星定位的设备，要24点钟来监测讲敢有违规。
这是花莲寿丰乡193线的山区结构，因为所在较偏僻，无啥人，常常予不法分子乱倒粪扫，而且拢是规车载来倒。另外一寡海边或者是悬山也有同款的情形，不过特别拢掠无人，也外派人来清，村里长拢真头疼。常常巡视里内都发现，在比较角落的地方都会被偷倒垃圾。那有家用的，也有事业废弃物的都有，主要还是要看业者自己的良心啊。根据环保局开展的资料，这款粪扫差不多拢是需要废弃物，一般拢是委托环保清运公司处理。也不过有不法的业者无想要付钱处理，就四处乱倒，所以这么要求合规清运业者的车，拢要装 GPS 卫星定位。我们目前列管的业者70多家都有装，那就定期我们每个月环保署那边系统会跳异常，那就会去筛选跟勾稽，去符合跟比对交叉比对，说它的来源跟它最后的末端是去哪里。环保局讲，因为担心也是有不法的业者会将规批化作烂山，用其他细台车乱倒，所以也伫咧热点装做是监控甲稽查。若是发现非法清运或者是非法乱弹的情形，将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的规定，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罚金1500万以下罚款。若委托人也要负连带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排气量250cc 以上的重型机车，就互看作是汽车，所以是适用汽车的法规。也毋过，台中市有14间公家的停车场哦，公告讲红牌甲黄牌的重型机车是袂当停，讲是因为捌有奥多摆伫上架落街时累残。各民众不满抗议，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过来检讨。立体停车场入口的所在有明显公告禁止大型重机进入。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公告，全市17位设施较老区、坡道比超过1:8公有立体停车场禁止红牌重机停车，引起了骑重机的人不满。重机我本来就可以停汽车格嘛，对啊，平路都可以，为什么地下不行？就为了那个坡道，那坡道那当然就是你自己能操作，但你下去就下去啊，对，就不要让坡道那么陡就好了。对，然后或是改个材质之类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坡很陡，然后会有危险性，就往下滑这样。重机车友认为，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明定，重机会使比较自小客。台中市却限制重机伫咧公有停车场停车。重机徛伫咧坡道是毋是安全，牵涉到个人的技术、地面摩擦系数、排水等等的问题。这项公告明显侵害到徛重机的人权益。台中市府是强调，去年曾经发生大型重机伫咧公有停车场出倒的事故，才有这个考量。除了坡度较一般道路陡外同时又有相关回转处的横断面超高的设计尤其我们去年有发生过那个重机的部分，在我们公有地停车场的滑倒事件为维护整个车辆的通行跟驾驶的安全。我们交通局在去年12月19号有公告。交通局表示，会伫咧6月初进前，重新盘点各停车场车道坡度、风骨系数等状况，检讨部分楼层或者是空间，予大型重型机车来停，维护停车场停车的安全，而且兼顾各类车辆停车的权益。记者台中报道。花莲岛内的西市场透早火烧，因为传统市场囤真侪物件，火是烧甲真猛路过真矮，所以烧3点外钟，火才拍花。附近有8户的邻家厝嘛受到影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大火伫小港贸处定定的浓烟，不过因火灾地点位在花莲岛内市西市场旧传统市场内，毋若路较细，有的摊贩并无在内面，消防队只会当赶紧以破门来拍火。那因为我就听到爆炸声，我要在下楼1楼的时候，我孙女儿已经说：“阿伯，楼下有烟了，楼下烟已经快要有烟了。”所以我就赶快就把小朋友全部都带出来。拢烧到下面，隔壁迄个南头嘛，拢烧到安尼，你无看？隔壁南头迄台啊。隔壁物件拢无好。花莲县消防局接到通报，马上派出各式的救灾车辆16台，减少29名前往抢救。但因为起火地点附近拢是老旧建筑，部分的商家卖嘛是真容易烧物件，火势一经延烧到其他的邻宅，总共造成8户受到影响。可燃物非常多了，那在第一时间汽油燃烧之后因为纵深太深然后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因为深夜也没有办法立刻跟商家取得联络没有办法帮我们开门，所以我们是一间一间
们把破门打开之后进行抢救。因为如果拖绑出来，你是不是拖绑出来，你路就会先较细条，啊细条你根本你消防车大台啊，无法度落。当地有摊商就表示，因为部分的单位和棚架上突出，至少阻碍到救援速度。希望未来市场会当针对公安问题搁整顿，避免火灾延烧事件搁发生。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都有上局调查中。记者有报道。今年南部的旱旱严重，农民的收成嘛受到影响。台南种梅仔的农民就讲水无够，梅仔袂大，嘛卖无钱，所以因今年就无要采收咯。虽然嘛同款拢细甲粒啊，也毋过农粮署是表示讲，虽然雨水少较细粒。也毋过虫害嘛减少，酸叶的品质是袂歹，所以今年较大粒的外销的计销应该会袂歹。今年年初大欠水，台南市政府搁伫山区设储水点，以水车来载水，互农民储水灌溉。受到欠水影响，伫台南梅岭种梅仔的农民指出，虽然结果是袂少，但是生袂大，只好加拍寡散工来补贴家用。细了甲像咱的小拇指安尼啊，嘿啊，迄个你拆开完全袂当加工啦，因为伊无加工的价值。会早日立法院展售台南当地农特产协助促销。小商嘛拄到欠水生袂大，还有酸叶。冰品业者表示，今年果子是水，但较细粒。虽然小商好食，但加减啊会影响到酸叶冰的口感。芒果吃起来不会有口感，因为芒果就会变成小块，个薄吧。还是要大果比较好吃。农粮署指出，目前是屏东山野的产期，台南药整大约到6月中来接起来，计效阁无啥知影。农粮署表示，欠水造成小型果较侪，毋过互虫害减少，嘛互外销的行情变好。今年是因为下雨少，相对的整个的外表、整个的果皮颜色也特别鲜艳、特别好，所以有病虫害相对也很少。那这部分刚好是外销最好的这些果品。农粮署指出，中小果会当供应国内市场，品质较好的大果行外销的路线，目前1公斤120左右。有关逼近的风台，目前评估对西半部影响较小，但有愿呼吁农渔民做好防范。记者林俊东从回台北报道。彰化分园有一个所在当地有民众种50丛的白菊鸡油，嘛下来真侪鹿角菇啊来遮生炭，也毋过近摆到生炭期拢有人来遮偷掠，警方就伫遮设一个巡逻箱，定定来遮巡看看。白蜡树顶悬叶过落遮鹿角菇自在伫爽。彰化分园乡这位山区，10年前有民众种50丛白蜡树，结果愈来愈侪鹿角菇伫遮生炭。即马却传出有人掠来饲，专卖破坏生态。算要大家欣赏的，你人偷掠，等于无意思啊。不要啦，就是让大家来欣赏一下甲虫的生活生态啊，不要用偷的啦。有民众伫现场装设监视器封测，然后发现有人偷掠倒出来可坑。彰化警分局鞍山派出所伫遮装设巡逻箱，警民共同守护鹿角菇。生物科学家认为，鹿角菇是指标性的生物，代表当地有完整的生态系。建议用社区营造的方式打造生态课程，带游客行挖来看，用教育改变观念。因为独角仙它是一个指标，就是说它如果有的话，就是代表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社区就是可以发展他们的特色，因为他们的这个课程就可以让游客来，不是只有看看然后抓一抓就走。比如说他们可能还要参与他们的活动，那他们就会更努力的去保护独角仙，这样才会有良性的互动。鹿角菇生命差不多1年，生糖敢若2礼拜左右。当年5月过了后会大量生炭，因为这个山区是完全开放的，当地民众是讲介意都唔通家己啊，呼吁各界都要会晓甲大自然共存，唔通为着私利造成生态不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伫亚塞拜然举行，台湾有10来个选手参加。东京奥运铜牌的罗嘉玲，伫女子57公斤级的冠军赛，是以0比2输予匈牙利的选手，连续2档拢摕到银牌。8强赛来拍败里约奥运的金牌，英国的选手 Jones 4强比赛嘛以2比1来拍败同款是东京奥运铜牌土耳其的选手伊尔根。罗嘉玲是无啥物时间休困，就要伫决赛对着世界排名第61，敢若17岁匈牙利的新人 Martin。
马腾头一个回合就积极攻击，顶半部的防守是真严。头一个回合罗嘉玲1-2输去，第二回合罗嘉玲中段攻击2分，又搁马上互马腾摕转去。这个回合又搁是3-4差1分，最后是0-2来输去，连续2年世锦赛摕银牌。其实拿到这个银牌，我没有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金牌，因为他把最好的都打下来了。如果再时间拉长一点，然后再战术再多提醒一下，他也注意力有点不够集中啊。再来就是也是有点气力放尽，因为休息时间也很短。老聪达教练表示，今年3月比利时公开赛，罗嘉玲决赛就是拄到马腾，嘛是0-2来输去。面对这位新人，肯定会加注意来提出对策。但是罗嘉玲世锦赛银牌世界排名会来到第5名，因为各两届的积分前5，直接摕到巴黎奥运参赛资格。到年底正前会参加上少10场的国际比赛，争取积分保持伫咧前5名。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出超级大迷你裙引起事件的英国设计师玛丽冠，伫今年的4月过身，食到93岁哦。英国博物馆最近举办伊的回顾展览，那么做伙来看卖。短短舞台顶悬，马道青年新底裙电视服装，英国的凯文格罗夫艺术博物馆进行办一场迷你裙展览，将600年代流行搬入博物馆当中。这摆展览是为致敬被俄罗叫做迷你裙之母的英国时装设计师玛丽冠。It's the most wonderful tribute to Mary's far-sightedness, her enthusiasm, her creativity, and her wish that people achieve their essence in life. 玛丽冠伫今年4月10日伫英国兰萨利郡的徛家过身，享其寿93岁。伊就是印度伦敦60年代流行出世的时装设计师，佮因为设计出迷你裙引起流行革命。这摆展览当中展出玛丽冠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所设计的部分作品，包含100多件服装配件、化妆品，佮有名时阵的相片。这场展览会展到今年10月2日，除了怀念玛丽冠跨时代创新设计，伊对流行设计贡献以外，也希望对设计有兴趣的人应受启发，加入下一代设计师。公司新闻陈世彤朋友。蜘蛛哦，其实唔是害虫，也唔过有真侪人看到蜘蛛会惊。英国伦敦的动物园30档来拢有开课，互民众来了解蜘蛛，嘛帮助民众来克服对蜘蛛的惊吓。Okay,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真侪人看到蜘蛛就会惊，甚至有蜘蛛惊吓症。伦敦动物园就特别开办治疗课程，帮助遐看到蜘蛛就会惊甲弄车，还是袂记哩有破婴仔所放手，甚至唔敢转去啦。伦敦动物园这项蜘蛛友善计划会先互参与的民众正确认识蜘蛛，像了解因会食蚊仔甲家蛇是出来清洁的帮手，唔是害虫，所以来互因短期的催眠治疗，了后互因行入蜘蛛饭坑，适应看到蜘蛛结网的情形，所以来是接触细只蜘蛛。Kind of managed to walk through the room where there were like spiders hanging down. I put my hand into the box where there was a spider. Kind of let the spider run over my hands. So yeah, feeling surprised, relieved, yeah, happy that I've done this. 伦敦动物园表示，参与这项课程的人，9成以上拢会当成功克服对蜘蛛的惊吓。那这项计划已经实施13年了。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了。